有没有音乐啊？没有吧？Hello，大家晚安，看得到吗？大家好，好，今天我们非常的特别，因为呢，我们说到这个婚前性行为的这个课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特别的来宾，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发言喽。碧霞晚安，我们看到碧霞姐了，谢谢。还有谁？如果你在线上的话呢，也欢迎你跟我们问安一下，让我们知道你在线上坐第一排哦。上次碧霞姐说，第一排有没有礼物？肯定有，马上这个礼拜有特别的礼物带去给你哦。哇，我看到杨杰了，杨杰晚上好，你好哦，还有阿兰传道，阿兰传道晚安，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那很希望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嗯想法，随时可以写下来哦。特别我们要讨论到你在跟男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们的亲密程度是在什么阶段呢？那你们约会有没有设定界限啊？如果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婚前性行为的诱惑哈？好，那所以我们要先来欢迎我们的师母。哦，嗨，嗨，大师母好。家好，你好，在直播室的前面，大家好。今天晚上有很特别的主题啊，所以是 嗯，对，特别的主题啊。是，所以非常需要大家在下面支持我们。如果你有对，任何的想法，任何的有遇过，或者是你的朋友有遇过这样子的困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对，好，那好，那个阿兰传道在说晚安，谢谢。大家都好，好对对多人呢。对，对啊，啊，好多人来了。东富哥你好，东富说师母好，有从新加坡来的也有哦。新加坡来的，这位是谁呢？这位是明辉 Go 吗？Family，不是，是他们的不是，朋友吧？哦，好好，没，Hello，问题。新加坡，嗨，瑞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OK，Welcome Ray，All right，好。哎，好，那也继续欢迎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丢给师母，没有，好的，等一下我再上来。对，等一下你再上来啊。那我想说，我们先来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刚开始还在后台的时候啊，还在后台的时候呢，这个呃，Esther 呢，他已经给我几个问题了，因为已经有人把一些的问题抛出去了然后抛出去之后呢，就当然是抛到我这边来了。那有些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讨论一下啊。那就是说，大家那个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等一下会把那个问题交给大家看的时候，在听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那你应该怎么样的了解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你更加明白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那当然，我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呢，还有把问题抛出来给大家的时候，你们可以看看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这上面的有些人问的问题呢，启动了你的一些的想法哈。那我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今天这个课题呢，我们没有请一些的朋友上来呢，是因为这个比较隐私的问题，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然后呢，也希望多点时间呢，就用讲座的方式把这个题目呢带出来所以我们就想说，给大家有个机会来探讨。那当然不限制于说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因为我觉得说年轻跟年长呢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年长的呢，他有他的孩子的需要，
那当然，有些年长的也是单身啊，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需要哈。那我们来看看哈，如何就是说善处这个，我们的题目是说如何善处越界的问题啊。那越界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越界的话，表示说有界限跟跨越界限不跨越界限的问题嘛哈。那等一下会慢慢来说。那我们今天呢，原则上说，我们大概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后面30分钟呢，我会来解决很多人在线上提的问题，或者是我把这些问题推出来，我不会立刻立马就回答问题的啊。那我们说呢，怎么样避免婚前的性行为？好像就把它缩小了哈。那避免婚前性行为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说从一个单身开始，我们之前讲了几个课题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择偶，那有的对象之后呢，那你要跟怎么异性交朋友？那异性交朋友的时候呢，过程当中开始会摄入到大家的一个不同的背景哈，我们就说原生家庭的差异性啊，你怎么去面对那个原生家庭的差异性？大家是男是女，有它的相异性哈。那当然就是说差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了几对夫妇上来讲说，他们夫妻之前哈那个差异啊，有的是相克，然后怎么样去互补呢？啊，当然就是说婚前之前呢，在结婚之前呢，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帮助大家预防。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哈，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我们就谈到说，怎么样进入要做那个界限的问题嘛哈，就是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可大可小啊，看你要谈到什么层面。那当然，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过程，是希望呢给大家有一个概念。那因为这个课题呢，不是说在单单1个小时就可以讲完的哈，就像说我们这样是分的10次来讲的话，也讲不完，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相处，譬如说同文化的交往跟异文化的交往哈。那年龄的差距的交往，还有那个背后的原生家庭的不同呢，怎么样去处理呢？这是都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单单这个题目，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如何避免婚前的性行为，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那通常呢，当你在约会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有肌肤的接触。那肌肤的接触不是说立刻就是发生性行为了，可能你开始从牵手啦、搂腰啊这些的问题哈。那我先把这个问题来提出来哈，有些人提的问题啊，大家看看啊，为什么男女交往不可以有性行为呢 ？OK， 有人立马就问这个问题：男女交往不可以有性行为吗？啊，那这个不会现在回答，等到我讲完之后，看看你们发觉到我的所讲的课程当中呢，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哈？那第二个问题，有人问说，既然两情相悦、两心相许，早晚都会发生那件事，那件事是哪件事呢？就是行房性行为，先做了有什么关系啊？好，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有人说我偷吃了禁果，然后偷吃了禁果就是说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跟对方发生了关系，现在很后悔，很担心怀孕。那如果怀孕了，我该怎么办？那如果安全没有怀孕的话，我们能住在一起，那我该怎么避免再次发生逾越的行为？那就表示这个问题问到什么了？没有怀孕，但是我们仍然住在一起，那表示什么？同居的，好吗？是不是住在一起就表示说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同居了嘛？哈，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谈的哈。但是今天不是谈同居的问题，但是会谈到说性行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的层面。那另外还有人在问了，男的说，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应该跟我发生关系，那该如何拒绝？刚刚我们有个青少年就立刻回应说，如果要求跟我发生关系，我就跟他拒绝往来了，我离开了。很干脆的回应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同居，可以互相了解，也可以省钱，可以互相照顾，该怎么拒绝呢？
这个同居呢，不局限于在大学生哈，也有是出了社会的人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同居？那当然也有人在问说，能不能是四分呢？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的哈。好，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婚前呢就发生性行为，会有什么后果跟报应？哇哦，这个题目也是蛮大的哈。好，那这个我们说总共几个问题呢？6个问题。那6个问题呢，如果要回答的话，可能1个小时都不够，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我的今天准备的一些的有关如何处理越界的问题，如何处理越界之后性行为发生之后，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的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呢，是以基督徒的立场啊。大家听清楚哦，不论你是在直播台前的，或者是在海外的哈，我们也相信说今天晚上呢，有泰国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有新加坡的哈，甚至呢还有远在中东的哈，远在美国的，远在日本的，都会听到我这个课题的哈。那我想这是在我们所有华人圈里头。这个问题是常常会问的问题哈，那当然我们是要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把一个讲座的课程呢，先告诉大家，两厢情愿，但是呢，两厢情愿不表示说一定要有性行为。我们会讲到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开始说，我们第一课是讲到说你还没有对象的时候，你怎么去选择对象？那有了对象，你要怎么去择偶？怎么确定他是你那一位呢？确定之后呢，那就是男生跟女生，有些人一生当中没有跟女生或男生呢单独在一起去约会的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会制造一些的问题出来，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太亲密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就是在约会嘛，我们英文叫 dating 嘛 ，date 嘛。那这约会呢，有时候有约会的艺术。那约会就是我跟他2个人，但是还记得吗？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请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新婚夫妇嘛，那他们刚开始是怎么样？是3个人、5、6个人一起去吃饭的，吃啊就变成3个人。那3个人呢，其中呢一个姐妹呢就陪着这个姐妹跟这个男孩子去吃饭。吃一吃到后来3个人就变成2个人了，就表示说呢，那2个人来电了，来电了就开始进入2人世界的约会了啊。那因为他如果跟其他人在一起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聚会吧，聚餐嘛。但是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把它称作是个约会。但是我们说约会呢，因为今天不是一个青年团契，也不是什么青年小组这些的怎么交友谈恋爱的个课题哈。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讲如何预防避免婚前性行为那这个避免性行为的话，就是牵涉到说你是在约会当中，你们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制造你们约会的内容我们还有一课也可以讲到说约会的艺术那不是在这一次的讲哈。那我这边给你们看到，就是说约会要什么？要有自由跟责任感，才能培育爱情。2个人从不认识，从朋友做基础，那进入到恋爱，那这个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个自由。自由是什么呢？自由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就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不是这个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基于自己的价值观来做选择。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是女生，我要守贞那是你的价值观。那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守贞那是他的价值观。但是每个人要做一个选择，你的价值观，这就是说你的价值观让你做一个决定，你要受他的捆绑，还是要有自由，你自己说我已经知道我决定要守贞，就算你跟我约会，我还是保持我自己守住那个最后的关卡，这是你的选择的自由哈。但是在自由过程当中呢，不必害怕，也不要有罪恶感我没有跟他发生关系，那我就表示我不爱他吗？我不跟他发生关系，表示说我里头是不是
有害怕什么不敢跟他发生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自由是说你可以两个人成为朋友，那在进入谈恋爱那种的互相要去承诺，许下承诺。那许下承诺呢，带出什么呢？带出责任感。你愿意承担责任的代价吗？譬如说，有些人说，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爱你。那爱你呢，我们不用得到结婚那一刹那，我们就做这个东西。那做这个东西呢，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的，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呢？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哈。所以说，在约会里头呢，我们讲到说，约会要有一个界限。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怎么叫做约会？如何为约会设立界限啊？所以呢，界限，我们刚讲说如何处理越界，就是越过那个界限的问题哈。那健康的界限是保护自由、责任跟爱情的关键啊。所以你是怎么样可以谈恋爱的自由呢？你怎么样可以开开心心的谈恋爱呢？那你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要负上的什么的责任？这样这两个关系平衡的话呢，你们会影响到你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爱情？是昙花一现的爱情呢，还是一夜情的爱情呢？还是长长久久的爱情呢？这就影响到那个爱情的关键哈。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约会的须知哈。那我们就不讲多了，我们还处理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啊。既然讲到约会，那约会的时候呢，我们上次在讲嘛，我们请那个泰国的人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还没有听过我们那些泰国单身的，还有泰国已婚的哈，刚刚也是新婚的那对哦。那问过他们开始做朋友，做了朋友之后呢，他们开始要交往。那交往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牵手？然后他说那个牵手是什么呢？是在他过马路的时候，担心他危险，就立马要抓住他的手。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开始牵手哈。好，那我就要给你们一些的指标啦，你们可以看看。我不晓得你们在看我这个节目啊，在看直播的人，你们的交往，你们曾经还没有结婚之前，你们达到哪个步骤？男女亲密的10等级。牵手，什么时候开始牵手呢？做男女朋友的时候，还是说已经开始喜欢他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进入恋爱的时候就开始牵手呢？啊，你们在什么时候开始牵手？好，那当然啦，牵手的包括怎么样的牵法啦？你们常常也看到嘛，就是说有些人呢就说啊，你看看那个明星啊，他们两个是怎么样牵的啊？十指相扣啊，那种的牵手，还是呢大手抱小手，还是大手抓住2个手指头啊，还是手勾手的牵手啊？这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你们怎么样去牵手？那当然说，在牵手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解释男女亲密的关系到什么程度的啊？是不是啊？那你们就想想啊。那当然就是说，有些老夫老妻呢，就说：“哎呀，我们婚前呢牵手很密啊，但是婚后呢都不牵手了。”啊，那不牵手那是代表什么呢？还是有其他的动作呢？啊 ，OK， 好，我们说男女亲密在约会的时候啊。我所列出的10等级呢，不是说我鼓励你们做这个东西，我会有一个界限的啊，大家听好啊，不是说我今天鼓励你们做这10点了哈，只是在形容说一般人在约会的时候，在身体亲密的过程当中会怎么做的。好，亲拥，轻轻的拥抱，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你看看在街上男女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程度嘛。搂着他的肩膀的，稍微拥着他的，那就是轻轻的拥抱嘛，啊，是不是轻轻的拥抱啊？那有些人是什么呢？比较拥抱是吗？轻轻的拥的话，有人是搭着肩来拥抱他，那有些人是搂着腰的拥抱
啊。那双方两个是，甚至就是说女的就两只手放下，动也不动，就让男的这样拥住她啊，拥抱吧，对不对？啊，轻轻的拥。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看街上有些男生女生哈，男的搂着他的腰，女的也搂着他的腰，那就是说互相拥抱嘛，但是这不是轻轻拥了，已经开始很亲密的拥了啊，那已经进入到这个地方，什么叫搂抱，就是搂着腰抱在一起了啊。那这是你可以看看哈，这个的阶段是怎么样的哈，不同的关系带出不同的阶段。那但是有些人啊，有没有人说我才刚开始认识他第一天，然后呢就已经跑到第3步了？有的，那是表示说他们彼此都没有朋友关系，只是那种一夜情的现象，就立马做到这种程度的哈。但是我们今天谈的呢不是这个部分哈，但是我是希望给你们看一下男女亲密的10等级会进入到什么层面的啊。第4个是亲嘴，刚开始呢，有些人亲额头，有人亲两颊，那当然就是亲嘴巴啦。那我们这亲嘴巴就表示说已经很进入到一个关系里头的了啊。那再来呢，热吻，有些时候你会看一些的电视节目哈，有些人说我要付谁钱，然后我跟他热吻，然后有些人说好，你跟我亲嘴，我要找100个人亲嘴哈。那有些人是给他热吻，那表示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那保持热吻的时候呢，都有下一段的嘛哈，每一个阶段都有的情况。再来呢，这爱抚了，就是双方用你们的手在抚摸对方的身体。这个是进入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再来是热烈的爱抚了，热烈的爱抚呢，就表示说你们已经开始有个倾向，那很危险的，就会进入到发生性行为的一个过程了。跟着呢，热烈的爱吻表示说爱抚，还有依附在。第8点呢，第8个阶段就表示罗成爱抚，就是完全依附没有的，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啊，那是亲密到一个程度的，然后互相护卫，互相刺激对方的性器官。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性的问题啊，所以我是稍微带过去，最后就是性交了哈。所以你在问我男女朋友交往在哪个阶段呢？你们可以看到我不同的颜色，安全、绿灯、红灯、绿灯、黄灯、红灯。我们今天有一个，虽然我们没有在线上讨论哈，你们都可以在上面讲了，哪一个情况就要 stop， 哪一个情况就要停止，不要再往下去，再往下去就是很危险了哈。所以您是说，第一个牵手可以吗？第2个亲吻可以吗？后面都不要了吧？有些人说见仁见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如何避免性行为的话，是在这地方的起码你第3点以后都不要去碰了啊，这是我的看法的哈。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那个怎么样去了解性行为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不是我今天的课题，但是我就给大家了解一下，当你男女交往的时候，求你留意，实际上这是一个信号，当对方有什么层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下面再下去是会怎么样的情况哦。好，那我们就要立刻进入了，因为时间有限啊。婚前性行为的争论，大家呢，不论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不论是你是单身还是已婚的哈，有些人会赞成，有些人是反对。那我们来看看赞成的理由，不应该有还是应该有？就是说婚前性行为的争论，第一个赞成应该有的，为什么不讲说不赞成呢？我先把这个东西抛出来，赞成婚前有性行为的争论，但是第一个，为什么有人说可以，会有些人说应该可以？这是收集一些人他们的立场。第一个，他说人嘛，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本身就有这个需要了嘛，当然可以赞成啊，婚前有这个性行为啊，那第二个呢？因为
性开放的风气嘛，现在大家都做了嘛，哪个人不做？这句话小心哦。如果讲这句话的人，表示说他只知道他那一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啊。那你说性开放的风气呢？事实上是从哪里开始？性开放的程度呢，是从几乎说从大众传媒开始。大众传媒的电影、电视，当然电视有时候它会有一个封闭的情况哈，但是呢，现在大众传媒呢就很自然，就是说，好了，反正我们今天见面，甚至我们就立马就可以发生性行为的，反正你就是说大家两厢情愿嘛，哈，这就是性开放的风气，他们赞成的理由啊。我们现在在讲哦，是赞成的人他们的思想哦，大家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在这我就不给他评级了哈，也不说这个不好或怎么样，只是我们把他的赞成的理由给大家听听看，给大家看。第三个，然后他说可以啊，可以分成性行为，我们只要有安全的话就可以了。他什么叫做安全呢？安全的意思是说要有保险套，或者是说吃避孕药，这叫做安全的性行为。有没有人说有安全的性行为啊？你保险套破了的话还算安全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太安全了，事实上不见得安全的哈。安全的性行为，因为在这个性行为过程当中有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时候不见得很安全的哈。那第四个，他们认为说不是怎么知道？先决定，先试试看嘛，才看看说合不合了嘛，好不好用嘛，这是他们的思维。然后看看顺不顺畅，事实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等一下再会继续说下去，他就会讲没事怎么知道呢？哈，所以他说先试才做决定。好，再来，哎呀，你爱我嘛，彼此相爱嘛，你爱我嘛，你爱我，我们就发生嘛，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是大有关系的。你爱的基础建立在什么层面？彼此相爱，对不对？你说我爱你，你爱我，难道你爱我，我爱你就应该有发生这个性行为吗？爱好多的层面，我等一下会讲啊。彼此相爱是在什么层面相爱？彼此相爱是彼此相爱在欲的上面，性的上面，但是在情感上啊，在思想上有真的相爱吗？哈，这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就表示说带出一个彼此相爱，这个理智上跟情感，因为这个彼此相爱会发生性行为，那时候是带出说事实上是那种身体情欲的作祟啊，影响，然后甚至呢你的理智就失去了，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就在于理智跟情感之间的拿捏啊。好，就是说婚前性行为的真理就是赞成的人的理由啦。好，这是一个大概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来看看呢，反对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听的人呢有多少人呢？你们看看，你反对的吗？还是你属于赞成的那个人呢？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想看有几个呢？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人呢？啊，反对的人那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说的话，性是神圣的礼物，是神给我们在婚姻当中那种的性的喜悦，是神给我们的。啊，那个性呢，不单单是在那种两相在发生性行为过程那种的喜悦、那种的满足、那种的情感上那种的欢乐、开心，甚至是在那个情况当中感受到两个人那种爱是达到一个极点的部分，哈，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对，就是说反对婚前性行为，要了解这个性只能在婚姻当中完全得到满足。那反对人说，如果是在婚前发生的话，有点像类似什么偷偷的做的事情啊，明白吧？啊，就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因为是在婚姻当中发生的性行为，那是很坦然的、很喜悦的哈。第二，反对的理由是说人非禽兽，他是说就像狗一样嘛，狗随便在哪个街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狗在街上，母狗跟公狗在街上性交，
有些人不敢看，但是呢，狗它不分的，只要你是公的母的，它们就可以发生的。所以他就说，我们都不像禽兽，我们应该决定我们自己的身体，要把住自己的身体，好，不要随性而发啊，就是说我有这个需要，我就要找人家发生哈，这就是说反对的婚前性行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三个呢是安全的性，就是守贞守贞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因为在我们过去在我做辅导的过程当中，我讲的个案所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啊，我讲的一些的个案呢，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所说的个案包括大江南北的日本的也有，香港也有，台湾也有，中国也有，美国也有，很多地方，但是呢。你听我讲的时候呢，可能是有略同，但是不表示说你所认识的人哦，好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说谁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啊。安全的性守贞因为前阵子呢，我们在说10多年前呢，美国都有个运动，就是守贞立约的行动，就是说让年轻人说，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绝对不要有发生性行为，因为知道。发生婚前性行为之后带来的一个伤害有多么的大甚至呢会影响到你可能突然的怀孕，那这个突然怀孕呢是我们后面会再说的那就是守贞，我们要为我们未来结婚的对象守贞，好叫我们将来在婚姻当中可以坦然无惧的，不用隐藏，不用害怕跟我们的对方跟我们的配偶好好的在这个性上面呢有享受有满足的一个欢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守贞，这是基督徒的立场那当然说非基督徒也有人守贞，不是说非基督徒他们不会守贞，他们也会有的也会有的好，第4个呢，你看相爱，刚刚我们讲嘛，赞成婚前性行为的人觉得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应该发生了。但是在这边有说了，2个人相爱不保证会结婚，明白意思吗？2个人相爱不保证会结婚。有一个情况，有一对男女朋友，他们交往，然后呢订婚了，跟着呢订婚之后呢，他们就去旅行。旅行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等于是说他们要去结婚旅行了。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去，隔天要举行婚礼的时候，突然2个人是搭上一艘船，风浪来了，船翻了，结果新郎死了，新娘被救到了。他们相爱，但是这个灾难让他们生死分离。相爱不保证到最后1分钟不见得可以结婚所以有些时候不要那么的确定所以我们就说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因为你相爱直到结婚，保持守贞很重要的第5个，如果你在婚前性行为的话，会带来伤害，也会带来后遗症，伤害很大。有些人在交往，因为有些人呢来到我的辅导室来跟我谈，他说我要跟你约时间谈我失恋了，然后很难过很痛苦。好，那我就请他来跟我谈。那谈的过程当中，他最伤害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很亲密到后来发生了性行为了。但是呢，发生过后没2天，他就跟我说，我们的性行为，我不能接受，甚至我觉得你不够，甚至我觉得你爱我不够，甚至我觉得你不合我的味道
然后呢，男的就一走了之。这女孩子受伤了，她说她之前告诉我她很爱我，所以她说你爱我就应该给我，应该跟我发生关系。但是呢，她真的以为她在爱他，所以跟他发生关系，但是没想到发生完之后的结局是这样，对她带来很大的伤害，甚至的后遗症。后遗症是什么？她不敢再交男朋友，因为她怕再伤害，再被伤害。甚至有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因为大家在婚前性行为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人有没有病，有没有性病，有没有艾滋病。结果有一对，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通常说婚前辅导必须要做身体检查，帮助你双方一种安全性，还有未来你们要生儿育女的时候，你的身体能不能生育，你的生殖器官有没有问题，这就是要婚前辅导之前，我们会鼓励大家做婚前的那个身体检查。但是如果你们都没有做婚前的检查，没有做婚前身体的检查的时候，那你们两个就轻率的在婚前有性行为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是属于跟很多的性的朋友性交了，好，性交的对象，那无意中他得病了，那他在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艾滋病带菌者，你可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后遗症啊。所以等于说，为什么要婚前不要有性行为？你可以等到最后到婚姻当中享受，也是一个最安全的哈。所以呢，更加要来了解这件事情哈。我们说谈情说爱不等于做爱 ，OK？ 谈爱不等于做爱。我跟你做朋友，我跟你约会，我跟你彼此多的认识啊，多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多了解对方的个性，多了解对方的性格多了解对方跟人的那个沟通方式，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们将来你们如果要往结婚的方向去的话，那你就懂得说，嘿，我们将来婚姻怎么样去调试，好，我们的婚姻生活怎么样去经营，这就是在谈爱。但是呢，如果你谈爱还没有足够的话，立刻做爱，那就是带出很多的伤害。好，所以你说谈爱不等于做爱，好吗？那有些人是把做爱放到前面再来谈爱，那也是我们就说违反交通规则啦，会撞车的啊，会发生意外的啊。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说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争论呐哈，那更不要说那个会引起一些身体的问题，那这是更长远的一个情况哈。我辅导一对呢，就是在结婚前呢，他们呢没有做过婚前的检查，后来婚后呢才发现了对方呢艾滋病。很大的伤害啊，所以等于说这个也是带给大家有个提醒哈。好，那讲到说有些赞成婚前性行为的，我们再看一次反对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立场？那你们觉得那反对的人，你同意吗？性开放的风气，大众传媒的这样子的煽情啊，这些东西只是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要成为你的价值观。而且没有绝对的，也没有绝对的安全的性行为哈，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啊。那也不要相信说先试再后决定，这个绝对不要的啊。好，那我们说就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人呢，我们很知道这个性是神圣的礼物，是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在性生活当中的一种的喜悦，只能在婚姻当中才有的哈。那我们也承认说人会受情受，我们不是随便滥交的哈，我们只对一个人哈，还有安全的性只能在结婚的当中哈。那当然就要婚前的教育哈，婚前的那个身体检查是也很重要的哈。还有呢，相爱呢不等于保证你会结婚的，很难的。我有个学生，他很帅，
长得不错，他很多女孩子主动追他。那我已经听到这个男孩子呢风声，所以有一天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我就问他，那些女孩子喜欢你，那你跟他们的交往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跟每个女孩子都发生过性关系。那我问他，我说你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你能每一段你发生多久呢？他说就看咯，喜欢的时候就喜欢，不喜欢的话就分手了。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找他们？我才不会了，他这样回答我。那我说你会找怎么样的人？我当然找一个处女啊，他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啊。我那时候当场就打他一巴一个巴掌。我说你玩过那么多的女孩子，人家女孩子将来都要结婚的，你都不要他们，那你要找一个没有跟人家发生过的，那你很自私哦。啊，所以你看有些人呢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呢，他不见得会找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他们的选择是这样子，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哈。那所以说那些女孩子刚发生过的时候有没有伤害？有的，而且会有后遗症的哈。那当然后遗症呢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哈，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哈，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谈情说爱，但是不等于做爱，好，不要以身试法，很重要哈。好，那我们如何避免婚前的越界？越界听到没有？刚刚约会要有界限的嘛哈。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指标哦，所以大家记得，第一个，坚守信念，真爱要等待。坚守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是什么？不论这个男孩子或不论这个女孩子多漂亮、多帅，对你多体贴，对你多爱，这个呢，跟你说一个约啊，我一定会娶你呢，我爱你到底啦，没有你我不能活啦，这些的甜言蜜语啊，但是这些的甜言蜜语不等于说可以尾声，也不等于说他决定会跟你结婚，所以要坚守信念，真爱要等待，等到你们进入结婚的一个礼堂，然后进入婚姻当中，那时候你们才去享受上帝给你们在性上面的一个喜悦。第二，拒绝有理，拒绝有方，等于说你要，刚刚前面有人问问题嘛，我爱你啊，你要给我啊，那你要懂得拒绝啊，你不懂得拒绝是你害怕失去他嘛。事实上呢，要求你跟你发生关系的那个人，你说他爱你吗？不见得爱你，他没有为你着想。爱你的话，就会为你着想啊。所以这句话不要被他骗了。我也辅导一个女孩子，她说那男的爱我爱得不得了，也告诉我说我一定会娶你的。就到后来，她竟然发现这个男的有妻子了，他骗了她了，他就要娶她，等啊等啊等啊，都没有娶她。到后来，这女孩子竟然割手腕要自杀。她说她爱我，结果她竟然骗我，很伤啊。当然了，这个女孩子后来获救了后来我帮她处理掉了处理她一些的伤害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懂得拒绝。你说，如果你爱我，就不应该要求我跟我做爱，我们只能在婚姻当中才可以的。要有拒绝，要有你的立场，你的道理拒绝有方当然你要懂得说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继续交往呢？他要求你这样。第三，约束亲密的动作还记得我刚刚讲的10个亲密的步骤吗？你要约束你的亲密的动作到哪里呢？牵手、亲拥，下面就不要了吧好，所以等于说约束你们亲密的动作，你们动作在什么层面，而且呢不要故意去挑逗对方，明明知道对方
会很容易被你挑旺的时候，挑旺那种性欲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碰。你碰的话，你给自己找麻烦啊，好吗？啊，所以呢，不论是男的或女的，不论是弟兄或姐妹，大家就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OK， 好，再来，约会要用心安排，怎么安排呢？你们觉得？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做讨论了哈。约会要用心安排，怎么安排呢？不要，当然了，约会的时候有人很喜欢烛光晚餐啦，一起去看电影啦，然后一起去唱卡拉 OK 啊。但是呢，你们尽量约会的时候，不要在太隐秘的地方，太黑暗的地方啊，太私人空间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呢，就会让你们有试探、有诱惑，没人看见啦，然后就很容易就落入那种的，Hello，看来可能师母的网络有一点问题哈，那没关系，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大家来表决一下好了。你觉得这个婚前性行为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请你写1，好吗？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你写2，可以吗？现在你在直播台前的，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可以吗？大家可以写一下，你觉得，我再说一次哦，如果你觉得这个婚前性行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很严重的，你写1，然后你觉得还好啊，你觉得这个并不是就是你交往的一个考量的，写2。然后我们刚才也有看到那个幼珍有上来了哈。嗨，我先跟幼珍问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写答案哈。好，还有这个是谁呢？哦，这个是婷，我的老花眼果然很严重哦。婷杨小姐嘛，好，欢迎你来哈，谢谢。我看到有一些回应呢哈，如果你觉得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有没有发生？到底是不是那么重要呢？这个好像是现代的人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这样啊，没什么好说的。那你就是写2，你就写2哦。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写1哦，会来听讲座的人都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吗？OK，好，谢谢你们的回应哈。那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刚才师母有跟我们讲到的很多的问题，对吗？哦，对，我现在已经看到4个1了哈，欢迎你再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你觉得就是你们的亲密程度应该到哪一个阶段呢？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我刚才忘了截图，没关系，但是我有写笔记哈。就是刚才有讲到牵手，然后呢，搂肩，对吗？搂抱，还有亲吻、热吻、爱抚、热烈，这个1到10哈。那我们这个1到10，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呢？会比较那个哦？我们的师母来了，好，那我们交回给师母。1到10哈，那我们这个1到10，不好意思啊，可以看到吗？对，师母回来了，很好。我们刚才有表决哦，我们刚刚说哈，觉得很重要的人写1，对，然后觉得对，就是说觉得这个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是不怎么样的，就说2。OK，师母，我们听到
听到了吗？回应有没有听到？大部分的人就说师母那边有那个回音吗 ？OK， 我把那个对，我把它关起来。有很多的回音。可以了吗？听到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好，可以了啊，很好，欢迎回来。我们很紧张，说哇，这个是对，到重要关头正在准备高潮。然后所以我们要1、2、3、4、5那个我老公在旁边说我们这是广告行销哈，所以我们要先让大家表决一下哈，到底1、2、3、4对1到10应该到哪一个程度才对呢？这样子，对，那我们之前哈就想说，那我牵手放在口袋里算不算？因为很冷，然后理由因为很冷OK。只放对方口袋。好，我们大家会来听讲座都表决1哈，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样子。是，好，太不错了，大家就是在这方面呢是很专心在听的啊，它是很好的啊。对，都很关心，很关心是吧 ？OK， 很关心那就好的哈。好，那我现在我等一下把我的投影片再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好了，我的投影片到哪里去了嘞？等一下。这个课题太重要了，所以呢，变得大家很专心的。刚才插播一下，刚才我们就有人说到，有人问说，那我们约会的时候就是有，等一下师母不用回答，因为我只是插播，就是说。Okay. 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找姐妹淘出去啊，一起约会，这样才不会单独啊。结果后来男朋友就跟姐妹淘约会去了，这个是电影的情节。后来我也想到那个什么铁达尼号的情节相爱可是没有结婚。对吗？让我想到很多电影情节，还有很多那种很有趣的就是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是。好，那个约会到底要不要设立界限好像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好像就会说，不可以怎样，然后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可是还是会受诱惑，就像师母说的就是在。那个单独啊，然后私密空间啊，所以就觉得说，真的是要尽量避免单独在那种私密或是电影院的幽暗空间，对吗？对，说的是很重要的。是。好，看到我的投影片了吗？好，你刚刚说你没照到那个亲密子等级啊，再给人分析一下牵手啦，亲拥啦。搂抱啦，亲嘴啦，热吻啦，还有爱抚，还有热烈爱抚，接着呢，裸层爱抚，互相互喂，你懂意思吗？帮助对方刺激他的性器官所以原则上呢，我就会讲这些东西好，那还有再来呢，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跟着下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性交嘛那但是给你们看一下，那我们就说非诚性行为刚刚好像每个人都有在投票，是不是？你们是赞成非诚性行为的呢？我们不敢投票因为我不好意思问，我本来很想投这个，后来大家应该不好意思回答的，赞成或者应该都是反对了这个赞成婚前有性行为的，这个是赞成的人的立场。对然后呢，后面这是反对有婚前性行为的，免得是说，怎么倒过来讲了就是说让大家有个概念我们反对婚前性行为，是因为我们相信性是神圣的礼物，神给我们的礼物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们不像动物一样，我们不像禽兽一样，我们不是杂交的，我们不是滥交的，我们不是乱交的那第三个，我们要安全的性要守贞是到婚后结婚后，我们才有这个
性行为的这件事情哈。那再来就是说，相爱不等于保证结婚嘛啊，因为很多的情况会告诉我们，在那还没有在证婚那一刹那都还不算咯。啊，有时候很难说啊。啊，不到最后一刻，哎，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能担保的啊，没有人可以帮你担保的啊。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婚前性行为的话会带来伤害的，所以我们就是反对婚前性行为，因为呢伤害，有些人伤害呢可以用好几年的。我刚刚讲到说那个情况，有一个人他受伤害，他竟然达到一个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自杀。如果他自杀没有获救的话呢，他家人很伤心。啊，但是我辅导那个人他是获救了，获救之后呢，家人才知道原来他为自杀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所以这也是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伤害，是你不知道的哈，那个伤害是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就说谈爱可以，但是不要做爱，在婚前不要做爱啊，在婚后才做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可以去分辨一下哈。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如何避免啦。好，我们如何避免婚前越界啊？第一个，我们要坚守信念，真爱要等待。你的价值观，你知道，你跟他谈恋爱，你们两个目标是要结婚，好，那你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就是说，两个在做男女朋友在约会的时候，就先讲好，我们说先小人后君子，先讲好，说我跟你约会，我跟你谈恋爱，我目标是要结婚。就算说，如果说你们交往朋友而已，根本就不要有任何的婚前性行为。但是如果进入恋爱，要成为男女朋友，目标是要结婚的话呢，也不是说我要目标结婚就可以来，不行。我们要是说我们目标要结婚，未结婚，然后呢，我们彼此相爱，直到我们结婚后，我们才享受这个那个性行为，这是一个重点哈。所以真爱要等待哈。那如果人家用一些的方式，用一些的话语，特别是那句话，刚刚有人问问题嘛，你那么爱我，你说你爱我，那你应该给我吧。这一句话小心不要上当啊！你的立场决定的时候，你就有自由告诉他说 no。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保守我的身体，我们守贞，直到我们结婚后。反过来问他咯，你说你爱我，你要跟我发生性行为，那我反过问你，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不应该要求我跟你有性行为，因为这个是双方会带来伤害的啊。我刚刚讲过嘛，我们做婚前教育，我们会告诉人家，你要结婚之前要做身体检查。如果你发生了，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对方有病哦，那你发生之后，细菌感染各方面的信息你无法拒绝，你不了解的哈，所以还是保守。好，这都是一个爱，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状态哈。好，第三个，我们刚才讲说约束亲密动作，刚有复习一下嘛，那10个阶段，在哪个阶段是你们两个都要讲好的。好，我是觉得说约会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彼此，我们不是约法三章，我们就是先讲好，我们约会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最好呢，不要只是虽然是两人世界，但是我们尽量哈，在一个公众的场所啊，有个烛光晚餐很好啊，或者是在众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啊，或者是说在你的家里或者他的家里，你不要是说你父母都不在才在那边约会也不好，那个是诱惑更大哈。那当然说，你如果家人在的话，你们在家里头约会，但是也不要进到你的房间哦。那如果说你要进到房间，你房门要打开哦，哈，这就是说约会的时候一些的细节哈。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约会艺术了哈，那所以是希望鼓励大家约束亲密的动作。那不论是说是你，或者是说你是长辈，或者是你是你的朋友，他们在交往的时候，那你就互相的提醒了哈，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哈。那第4个，我们就说约会要用心安排，我刚刚讲了嘛哈，不要在两人太过亲密的场所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到过一些的大学的校园哈，我有时候经过大学校园，我就看到有些
一对一对男女呢就躺在草地上，或者在树丛上，或在哪里啊？那当然就是说黑暗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你经过都会看得到嘛哈。那我们说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保持自己不要在黑暗的场所，不要太封闭的场所哈。那等于说约会的时候，大家要用心的安排啊，帮助自己不要落入那个试探的环境里头哈。好，第五个，订婚不宜太长。有些时候发生事情就在这个地方了啊，两个相爱了，我们要结婚了啊，我们先订婚了。那有些人说啊，我们既然订婚了嘛，那就要表示说我们将来就要结婚嘛，所以订婚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那个试探。我们只差一个结婚而已嘛，我们订婚了表示说我就要结婚了嘛，我们可以先试嘛。但是告诉你，在这时候就是更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时候更加要小心哈。所以当然就说订婚呢，你比如说啊，你们彼此相爱，然后交往，然后要结婚，那订婚之后呢，不要超过半年哈，这是一个给你们的建议哈。好，但是好，你看这个题目很危险啊，很刺激吧？如何善处未婚怀孕？如何善处未婚怀孕？那就表示说你在不小心的时候，你跟对方发生性行为了，那你们没有做预防措施，或者是说你们做了，但是还是意外的怀孕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如果你是大学生，你让你跟人家有婚前的性行为，甚至你们都还没有想到结婚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如何去处理你未婚怀孕呢？未婚怀孕有很多种啊，不单单是说婚前有性行为就怀孕的啊。当然，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未婚怀孕何其多，很多种。缺乏性教育啊，有些孩子不懂啊，然后就发生了，甚至小孩子不懂。那我们是知道说，现在很多的一个同性议题带出很多的问题，小学生就教他们怎么性交，那些小孩子怎么懂那么多呢？所以他们只教他们怎么做性交，没有教他们说怎么预防。所以有些小孩子就等于说变成是未婚怀孕的孩子的年龄就降低很多了啊，15，只要说他月事来了，12、3、4岁就开始有发生性行为的话，她就怀孕了，因为缺乏性教育，不懂得保护自己。好，所以等于说，如果你还不懂的话，多去看书，多去问人家，哈，性方面怎么样会怀孕的啊，会怎么样的问题哈。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没有适当的避孕。有一所学校呢，以前我孩子他们那个学校呢很有意思的，有些家长呢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然后呢家长会呢就通知学校，请你能不能你发给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避孕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通知学校说，你们好不好教育他们，这个叫性教育，同时呢，请他们这个买避孕套给他们带在身上。那有人家长说，那这样是相对是告诉他们要婚前性行为了，为什么要给他们避孕套？那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那有些的家长说，我们给他避孕套是万一他们不小心怎么样的话，他们还是可以保护自己。好，所以不同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无适当的避孕的话，就很容易怀孕嘛哈。第三个，社会风气差。什么叫社会风气差？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太多的大众传媒教导一些不正当的性行为，教导不正当的一个方法，甚至呢还有就是让人家看到说啊，女孩子很漂亮，我去追她，追不到他就强暴她，所以呢就说社会风气差。
那当然也有人被强暴怀孕了，那怎么办呢？啊，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说了哈。所以等于说未婚怀孕有很多种，不只是说这个婚前就是说跟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有些婚前性行为就怀孕了，这些都几个层面的了哈。还有呢，这个就很特别了，社会福利好。有些国家呢，你怀孕呢还可以得到补助，因为是这个生育率降低，所以政府要鼓吹人家怀孕，是不是？所以他说怀孕就可以得到多少钱的补助啊？那是因为社会福利好啊。那还有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婚前的性行为导致怀孕。我记得呢，在应该是在我刚刚好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那我的朋友呢，他说他不晓得怎么处理。那时候我刚刚才毕业，准备要出社会。那这他弟弟呢，小男生也是才读大学2年级吧，然后带了个女孩子过来，他就跟我讲，亮姐，你帮助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医院，我要带她去堕胎。那女孩子才高中3年级啊，所以呢，我说那这个事情你父母知道吗？女孩子说我怎么可以给父母知道？但是这男孩子这个朋友的弟弟，他说我也不敢让我父母知道，他说跟我父母知道打死我了。所以他们呢就要去找一些非法的医生帮他做那个人工流产的手术。很多的年轻人不懂，你看那时候差不多在30-40年前就这样子的。那时候风气没有那么差，但是呢，他们就不知不觉有这个需要，然后就发生之后不懂得没有责任心了，不懂得了哈。那甚至有些人呢，怀孕了，男的跑掉了，女的自己承担责任。那女方的父母又怎么办呢？所以等于说婚前性行为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同居，包括试婚。婚前性行为不应该等于说在同居当中，我们今天讲到说有些同居的问题嘛，所以说这个就不应该有的，只能在结婚才可以的哈。等于说同居不等于试婚，试婚也不等于结婚哈。为什么有人刚刚有问了一些问题嘛？那我顺便在这边回答一下啊。同居呢，你为的是省钱，但是同居跟结婚不一样的。同居呢，没有责任，没有尾声。今天相处在一起，不喜欢，拿着包包就走人。结婚不一样啊，结婚的时候你有法律的限制啊，你要承担很多的手续，你才能走人啊。所以同居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哈，没有尾声啊，这个没有负责任，就是这样子哈。那试婚也是一样哈，所以等于同居跟试婚呢不等于结婚哈。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的朋友们，你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区别性在哪里哈。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很古板事实上不是古板，是一个保护大家，保护你自己。你父母生下你，养育你那么大，那如果你就不小心，然后就跟对方婚前性行为之后，那怀孕的时候，你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男孩子一样，他不敢跟父母讲，双方都不敢跟父母讲，要偷偷的去堕。那我也处理过一些女孩子堕胎之后那种的心情很伤痛。好，那我们看一看未婚怀孕的后遗症是什么？双方身心伤害很大。因为怀孕之后，第一个你想，我还没有结婚，我怀孕，我还在读书，我怀孕，那我怀孕，我要怀他吗？我要生下他吗？那谁养呢？那种的内疚感，那种的心情，那种的很多复杂的层面呢，他就被他特别是女孩子，
伤害很大。但男的也有，男的要不要负起责任？甚至他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帮你养孩子呢？这个就是一个未婚怀孕带来的后遗症。那这个未婚怀孕是表示说，这个连接到什么婚前性行为不应该的婚前性行为，但是你有了婚前性行为之后，这就是一个后遗症，这就是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迫害的地方哈。还有呢，未婚怀孕带到什么？带给增加多的孤儿，还有单亲的问题。那女孩子自己承担照顾孩子，当然也有，我也有辅导过未婚怀孕，女孩子生下完之后走人了，就把这孩子丢给了男的，男的就要来带她。所以不只是说只有女的带，也有男的自己来带，这个承担这责任，甚至双方都不要的时候，就把孩子丢到孤儿院去。那对这个孩子伤害吗？也伤害很大所以有时候你接触到很多的孤儿，他们那个心灵是很破碎的所以这也是带出一个孤儿，还有带出一个单亲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了孩子而结婚。我父母他们那时候，你看那时候几年代我还没有出生呢，我今年65岁65年前，我姐姐是因为他们怀了我姐姐，所以他们没办法，因为那个年代60多年前那个年代你怀孕的话，你必须要结婚但是他们结婚之后，为了我姐姐而结婚，但是他们婚姻就从此就挂一个叉叉，婚姻就失和了。所以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看到他们打打闹闹，他们为了是孩子而结婚，但是他们没有处理好，他们真正的还没有预备好了。他们那时候几岁才19岁，19岁22岁，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做爸爸妈妈，那是更难的所以是为了孩子而结婚，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早婚问题很复杂，早婚嘛，对不对？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是19、20岁，但是也有人现在很多15岁、13岁就做了妈妈，做了爸爸。这个问题很大，那就变成是说带给家庭很大的问题所以等于说未婚怀孕呢，这个是带给很大的后遗症的那既然会说不要让他有未婚怀孕的情况，当然就是你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就算说你有婚前性行为，你要做避孕的，但是你不见得做到100%的，还是会有意外发生的，甚至会带出你身体的一个疾病的问题然后这边呢，我们有提供了未婚怀孕怎么办刚刚我已经讲了几个了。第一个，从一般人的处理，尽早堕胎，因为母亲妥孩子的话，太晚的话呢，母婴就是母亲跟胎儿呢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一般的一些的医学讲到说，一怀孕就要堕胎，但是堕胎呢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不赞成的那但是这是一般人的处理，就是说我不要了。甚至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是为了身体的健康问题。但是呢，你说尽早堕胎会不会带出心理的疗伤、心理的伤害？会的我也处理不少一些的堕胎后那个女性，特别是女性她很多的心灵的伤害，很多的内疚感，甚至会影响到她以后结婚能不能再怀孕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大家要了解的第二个呢，有些人是怀孕10个月生下孩子送给人家领养，不要了。当然也有人是自己抚养，我也认识好几对有辅导过，生下孩子自己抚养。那也有人说生下孩子他不要，他就送人家领养那当然就是说有些有些夫妻呢无法生育的，他就领养那些孩子当然就是说没有找到这样对象的人，他们就是送到孤儿院去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要鼓励，那当然一般都是家长了，尽早结婚，与当事者尽早结婚。那也有人呢，因为2个人发生关系了，怀孕了，大部分怀孕的女孩子呢就要去处理，她不想堕的话，
男的可能就跑掉了。那当然就是说跟当事者就是说两个人发生关系，那个两个人呢就立刻结婚了。好，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找第三者，等于说这男的跑掉了，这女的怀孕了，他就要父母再找一个愿意娶她的人，那这个比较难，因为你怀的孕谁会娶你呢？哈，这就是一个问题哈。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去明白，未婚怀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制造了一个家庭问题，也制造了一个社会问题。啊，那我在我们在一个我认识的医生哈，他是妇产科医生，他是基督徒，他曾经帮助过一些未婚怀孕的女孩子到医院去找他，说要堕，然后他的立场就会劝导他，孩子是一个生命，你不应该随便去堕掉。所以我这个医生的朋友，他常常在跟那些的单身的，或是他未婚怀孕，男朋友没有陪他来，他就知道他就是意外的怀孕。那当然也有人坚持要堕，但是他说我不帮你们堕，但是他就尽量说劝导，可以的话把他生下来，不然的话你自己会很大的伤害。好，真的好，所以我在这里劝一些的朋友们，特别是女性朋友们，为了爱护你自己，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也不要让自己婚前怀孕，这样子你可以保护你自己。那我所说的这些的后遗症呢，就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因为这个题目很大哦，不晓得你们消化多少哦。那我们再讲什么叫真爱？真爱要等待。你看看我这个真爱之花，我们做朋友先有友情的关系啊，这是说友情嘛，真爱之花。朋友关系是一个友情，你如果说你们在成为朋友之前，你们没有建立好朋友关系的话，太快的进入爱情，甚至有些人跳过爱情，甚至也没有友情，就立刻进入激情，就是说在性方面的交而已。那这个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友谊的关系做一个基础，然后进入爱情，有恋爱的关系，再慢慢的进入婚姻当中呢，有激情。那结婚后呢，那个激情的关系呢，进入到变成夫妻了，那就是家人的关系。所以这就是真爱了，一个也不能缺。你说结婚后要不要保持？你还是有友情，要的。你说结婚后是不是还要有爱情？也是要的。你说结婚后要不要激情？也是要的。所以等于说友情、爱情、激情跟亲情成为一个真爱之花，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有神的爱在当中把你们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就叫真爱。真爱是带出一个爱他、为他舍己、有牺牲的爱，忍耐、包容。好，所以等于说你要什么叫知道真爱，那就是上帝赐下的爱，你要去了解哈。那我再把这个我们说圣经里头讲的爱是什么呢？有爱的诗篇哈，给你们读一下看看啊。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包容对方，爱他，忍耐到底。那还有呢，又有恩慈，善待对方。那我们爱呢，只喜欢真理，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真理就是说两个人相爱，还没有到结婚，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这才是真理。如果人家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婚前性行为，那不是真理，那是谎言啊。所以呢，爱是什么？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哈。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那个圣经哈，哥林多前书13章4到6节哈。那有一本书呢，鼓励大家去看哈，在上网呢，你们可以找到它的电子书啊。这一本书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我们讲到说谈情说爱。那谈情说爱呢，就是在约会嘛，对不对？在谈情说爱，就是说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大家呢，在约会当中的交流的交往哈，这过程哈，那我们讲说最早在讲到说什么，要设立界限，对不对？那设立界限，你们可以看这本书送给大家去看，然后你们的上网可以下载它的电子书，为约会立界限啊，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啊，约会要立界限的。就像说，为什么会讲到说如何善处越界的问题嘛，就是因为你没有立界限，所以你的界限就过了，哈，所以等于说约会必须要立界限啊，你要进到婚姻的时候，你们的约会直到结婚之前都不要发生性行为，这是我们的建议，也是保护你，也是一个健康的建议啊。所以说要健康的约会，健康的交往，有开心的爱情，有开心的一个恋爱过程哈。必定要设立界限，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对象的，把这话语记得；你已经有对象了，你们刚刚开始在谈恋爱的，为自己设立约会的界限啊。那我刚刚说的约会要注意什么，你们也自己要记起来，这是为了你们好处啊。那我想说呢，这是我暂停在这里啊。那我已经看到有些人问一些问题了，那我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啊。回到这边来啊，有什么问题？很多的问题出来，对不对？刚刚我们的问题在最前面是吧？哦，是，那还有没有？我刚前面。刚才也有人提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情侣在信主以前已经发生性关系，或者是同居，那现在信主以后应该怎么办哈？OK，好，这个我可以立刻回答的。那个问题问得很确实啊，就是我也接触到好多，特别是在大学生里头哈。那进入大学，然后他们就同居了。那同居之后呢，那后来他们接触到教会了。那接触到教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了解他们的问题。那我就特别问他们双方，你们同居，那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不要结婚？那当然就是我说你们为什么同居？你们彼此相爱吗？要怎么爱？OK，那我就说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哈，你们两个人同居又发生性行为，虽然你们有预防措施，你们没有怀孕，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结婚？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是想要结婚。好，我说你们想要结婚，如果你进到教会来，然后想配合整个信仰的过程，想要信耶稣，想要进入圣经所说的祝福美满的婚姻的话，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分居。分居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付代价，男的去外面找房子，两个分开，不要住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帮你们做婚前辅导。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对不起，我做不到但这我已经辅导好几对都是这样子了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要省钱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觉得说大家不要那么老远嘛，一个住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每次要舟车劳动来看他约会这个不够，所以他说实际一点就住在一起了。那我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你们可以先分居好吗？保持自己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呢都同意了，说好，那当然是男的搬出去啦，女的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也答应说不再发生性行为，直到他们进入婚姻。所以我就帮助他们做婚前辅导，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进入进入婚前辅导，然后就帮助他们做一些的过程。那后来他们就进入婚姻当中了，所以生了2个孩子了。哇，幸好幸好没有在婚前生孩子。对，然后幸好有听那个建议要先分居。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吗？是啊，就是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测验他们是不是真心想要在一起。对啊，
对啊，你说你既然同居了嘛，哈，那你们都毕业了嘛，你在社会上对工作了嘛，那你要跟对，父母交代。他说他们同居，父母都不知道。哦，我说是，那你父母都不知道，那等于说你欺骗你父母啦，对不对？嗯，那我说如果是，说那父母是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交往嘛，那交往只嗯，是你没有让他们知道，父母没来嘛，那父母来的话更加知道了嘛。所以他说他是，不让父母来嘛，哦，所以我就鼓励说一些父母，你孩子在海外读书的话，你应该去看他们一下。对，机票该花的还是要花，还是要花的啊、我说你孩子吃亏的哦。啊，所以好几对了，我都处理他们，后来都愿意结婚了，这样子的。哇，当然，当然谢谢，有一对是后来分开的了，就没有结婚哦，了啊。但是他是，们又，对方又可以接受，然后彼此再重新一个婚姻这样子，和嗯。平分手啊，哈，和至少平分手，对，和平分是，手，然后就两个就可以彼此的接纳嘛，哈，然后互相的祝福了，对，好好好，还有吗？的处理，是，蛮重要哈。我会，哎，目前是对，看到这个，对，那哎，这个之前的师母也都有回答了哈，就是对啊，在说，我的课程里头都回答了，对对，为什么男女交往不可以有性行为？哦，这个那个问题会很多，对吗？然后是，对呀、然后就说啊，反正早晚都会发生，有没有关系呢？或许嗯对，其实现在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关系啊，我没有要生小孩呀、对吗？对，但是很多不小心，但是对，呢，我这里刚好有个数据哈，我讲给你们听哈，数据，这个我喜欢，在在美国做一个性的调查，是，他说呢，做一个性调查，就说你在婚前哈嗯，同居的话，是，男性朋友他的男朋友劈腿，就是说他有第三者，再多一个人，还没有结婚之前哦，他的比率呢是比结婚的男人呢多4倍出来哇，4倍，啊。那女的呢，同居嗯，的话，女的有外遇的，还不是婚姻当中的外遇哦，女的哦，呢会比结婚后的太太啊多出8倍，哇，女的还比较多，是，所以说所以这个不是男生才会有，女没有，生也很多，最主是，要是说，因为你同居了嘛，你有婚嗯，前性行为的话，是，会影响到你们婚后。如果嗯说你婚后你那个对象还是同一个人的话，嗯，婚姻生活一定会出现状况。但是哦，呢，如果说两个人婚前有性行为，后来结婚的对象不是他，但是呢，嗯，离婚的比例会提高的。哦，譬如是，说，我在做婚前辅导，两个人如果说两个双方都有性行为的经验，婚前性行为的经验，婚嗯，后就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他们必须交代。哦，是吗？婚前一定要交代吗？有些人不要交代，有些人要交代。那你可以看呐，交代跟不交代怎么办？交代之后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有很婚变了。凄惨了，跪算盘，没有交代是，的话，就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了。啊，我辅导一对，双方都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所以嗯他们两个都可以接受，嗯嗯，都可以接受，说啊，这是你过去的事情，不再犯了。但是那这他们都可以接纳，是对，他们那这样悔改嘛。对对对对对，交代好还是不交代好？这个就是要看人啦，因为我们是做辅导的，我们要守规矩嘛。如果他不是说，我不能勉强他说，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要交代的问题嘛。啊，那当然就嗯是说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我辅导一对，
男女都有这个经验，但是女的是因为曾经被人家强暴，所以这男士呢就比较能接纳，一般男的比较不能接纳女的有婚前性行为的。是啊，那当然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些人连女的都受不了男的有婚前性行为再跟他在一起的，也有说女的没有，但是男的有。那这个就是要去多思想一个层面，若是可以尽量不要有婚前性行为。真的太麻烦了听起来很多麻烦的事情，而且会影响到婚后的问题，是不是你说婚前就发生性行为会有什么后果跟报应那报应的话我们不能在这边讲说报应嘛只是说会有一个后果吧会有个后果。那个后果呢曾经有个情况就会很自然呢，有些男生或一些女生他们都知道对方有发生跟其他男的或者跟其他的发生关系，是，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不好的时段的时候，是，或者是在性生活上面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或一方有 complain 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就问说那你之前跟那男的发生怎么样，你们怎么做？会有比较揭伤疤，然后他会说哎呀你没有我那以前那个男朋友好，哎你没有以前那个女朋友好，哇那这样子这个婚姻就出现问题了，很凄惨所以这个婚前性行为呢带出的后遗症是很大，大致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的就是说帮助大家预防自己不要落入这种的试探跟诱惑要先讲好要约会的时候要先讲好大家的约会条款很重要，约会设立界限对，可能还要贴标签对吗？贴在墙上对，贴好贴起来说我们有约定不可以这样或者是对，是没错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男女交往呢我们再复习一下男女交往那个亲密程度是这个要表框，然后呢需要的人欢迎索取请按对，请写实刷实马上寄给你好吗？各位在台前的观众写实的人呢就可以把这10条寄给你，很重要就是对，也可以贴在你显眼的地方时时提醒自己OK 好还有什么问题有人问的呢对，现在应该都解决了那如果还没有解决的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泰国真爱办公室对吗？欢迎来找师母，请扫条码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真爱办公室那当然如果这个等一下，这个应该是叫做辅导室，办公室在另外一处这个是辅导室的辅导中心辅导中心更好了不好意思，主持人写错，就是辅导中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然后也欢迎你来这个地方，然后或者是你跟我们私讯我们会把电话给你可以预约时间OK 好，那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广告咯就是下一周2代情节我们要讨论父母如果反对要怎么办？哇，这个可大可小，对吗？对，有些反对之后，两个还不是有性情迹了罗密欧朱丽叶那种情况罗密欧朱丽叶，哇，这个很严重，对，很严重，来换变蝴蝶了，对呀，或是梁朝伟祝英台是吗？对，糟糕，主持人脑筋不清楚好，我们华人对这个父母如果反对的话，也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在乎反正没关系，我们搬出去咯，那是不是搬出去就好了呢？对，我下礼拜我会请人上来讲了太好了，我们期待下个礼拜的好。
好那就是我，OK，们今好，天谢谢大家啊，好，晚安，我们下周非常感见，谢大家的参加，晚哎，晚安，安下周五同一个时间见。，OK，好，好好，拜好，拜拜。拜。